是佛陀下载标准，这个是小平太傅所讲。咁这段那想安怎来讲？那想暗中有什么意义？是我安尼讲。为呢，当然咱看到庄严的佛土啦，是净土本啦，咱唔讲着咧净土，这个净土的色个，这个净土的色个足庄严，毋是安尼解说。这个讲依据较正道，甚至咧讲着，这个所有结果嘛咧执着，所以伫这当中呢，咱为咱的原文，咱大家对这个学习着，咱同学啦，练一遍，咱落对好练一遍。庄严净土分第十。庄严净土分第十。不可说菩提。为温和。如来实在严定佛所。如来实在严定佛所。有法有所得学。有法有所得学。佛也世尊。如来在严定佛所。如来在严定佛所。有法是无所得。有法是无所得。诸菩提。无以温和。菩萨庄严佛土。菩萨庄严佛土。佛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庄严佛土者。这位庄严。这位庄严。是名庄严。是名庄严。应该后壁才咱一个是名庄严啦，应该迄个可能叫你后壁应该我看应该都庄严佛土，这位庄严是多少？庄严佛土这位庄严是名庄严啦，四个诸菩提。四个诸菩提。诸菩萨。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应如是先清净心。应如是清净心。不应自色生心。不应自声香味触法生心。不应自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应无所住。自性其心。自性其心。诸菩提。诸菩提。譬如有人。譬如有人。心如须弥山王。心如须弥山王。为温和。为温和。是心为大佛。是心为大佛。诸菩提言。诸菩提言。现代世尊。现代世尊。可以讲。可以讲。不说非心。不说非心。是名大心。是名大心。因为这拢总是因为金刚经的全文啦，伊第10分的专门就是咧讲这物件。毋过这物件呢，咱我先甲恁大家表示一下到了有法是无所得，这是看到啦到庄严佛土是无是名庄严，这段啦甚至呢，到哪呢？到诸菩提，譬如有人心、须弥山王，到是名大心，这叫做三个重点三个重点呢，因为咱这有这讲三个重点，这三个重点啦咱同学来分析第一段的迄个解说。初可是雷公自性之法，那要安怎才能真心会当安住，心会当安住，就是真心安住了，就是真心会当安住了。这个真心的安住，就是讲有分做3科，我主要讲3点，迄3点。第一，就是讲叫做得意无住；第二点就是是庄严无住。第3点就是总义解释一直到迄个咱后壁叫做这个菩萨应该清净心啦到迄个段位啦。所以呢后壁这个庄严佛土。这个呢叫做得果无处啦，这个到第2段落，这叫得果无处所以这个是3个段落。这3个段落呢，第一就是讲得意无处。当时佛陀的时阵呢，得到严定佛所，严定佛的受记，
伊有感觉有一个得到认定有所受益这个念头无？因咱伊头前就讲，伊头前就讲一句讲为温和，如来识得过去，伊得到这个认定有所受益的时阵，有法有所得吼，伊敢有得到一个所谓过去。认定阮甲受这个气，伊敢有停留一个认定有所，你互我受这个气，就使就讲，我今日受点刀，我今日得刀，我今日受安怎这个物件有无？其实讲到这个意境是拢啥款？换一个甲你说，就是讲，虽有得，但是你袂使得，你有得搁执着得，毋知叫做哪个？讲叫做哪？即个知见入知，知见入知，即是无明本。知见入知，即是无明本。嘛咧甲咱讲，伫过去咱佛道的内底当中，摩尼术的第4条，伊甲讲，伊到尾讲，第一个心见、边见、见出这啥见？这个见出见，迄个见处，这是个见，安尼条意思无？迄个见就是讲，我有看到啊，我都处到一个见，安尼叫做执着啦，我都处到一个见。知见，佮入着一个知，安尼叫做无明本。即句话就是咧，甲咱解说，我过去是认定有所，认定要甲我受去。我有执着一个认定，要甲受益有无？这就是讲这个物件。所以讲忽略，伊后壁就讲忽略世尊。所以伊遮就讲，这个得具无就是不同时，这个得具成佛，伊有自迄个相有无？是安尼解说啦吼。过来第2段，咱等阵来讲吼。那因为这个解说就是讲，这段就是因为咱分做第1段专门。第2段到第3段，咱就从第1段开始讲吼。因为苏摩地，佛教苏摩地为温和，因为佛咧甲苏摩地讲，伫你心意上的感觉如何？佛教苏摩地，你的心意上，伊是要问这个问题，是问什么问题？当然，第2段话就咧讲，如来实在认定有所，无法有所得吼，就咧问这个问题。而你的心意，你感觉安怎？这是直接问苏摩地。但是你当时伫迄个所在，认定佛甲你受这个气了后，你敢有搁入到一个知，认定有所受这个气，你的温和有所得到，你敢有得到一个认定有所受气？你若讲无，明明都有；你若讲有，我就袂使执着。其实迄个物件是一直，咱的观念已经较转，所以讲，所有的物件你发生了，执着就拢唔对啦。安尼讲听有意思？刚才讲起，见义不见得见我解。这个过去咱一定是讲起的，你看一切大内底当中，你袂使有执着，若有执着有分别，有分别就对你有对立就是非。安尼讲听？我就看，就感觉，我感觉一句话就对，你感觉就唔对，有争议无？就有争议啊！有争议，大家就愈争议就愈严重。但是我看这个字对甲唔对，是个人主观性的看法。安尼啦你来到这个唔对甲看对，这个看唔对，因为文字是一个代表者，无代表实相者。安尼啦。无是安怎三河大地，你会当发动心？那明明我明明地，你那发动心？刚是明明阐述来讲，这个道理就是讲，你一定要有迄个境界来看到这个物件，拢看到迄个境界，毋是咱所想拢无迄个境界。咱所看到的物件，伫心内底上绝对啊。所以这大话就是袂使有执着，你的心才会当清净。有执着，你的心就袂清净。这当中咧，咱互有着几点啦而这个就是咧讲受因无助，受因无助就过去伫个因地内底当中啦袂使有执着，
你过去因地若有积极，你现在高地你就无走直接高地。所以你想要安住这个真心，爱用什么方法呢？你袂使有自相，袂使有积极上，要有自相。啊，你无自相，叫做理想。咱一定要知影，金刚经就是咱讲理想的功夫。欲见自相，非常即见如来。凡所有相，皆是我。欲见自相，非常即见如来。金刚经就是讲理想的功夫，但是有当时会想，啊，安尼理想去到尾啊，我总无去。啊，我是要咱讲，这是咱向心无了的体验讲。咱因为真正到迄个意境内底当中慢慢讲，你会如是我，即慢慢就讲这物件啦，吼。所以呢，这样妄心自然就幸福。你的妄心，你的幸福的妄心，真心自然就安住。其实，灵心合无妄心，甲自心的安住，这是一个物件。其实这一个物件，《金刚经》第2分内底当中，头一句就讲，温和应顺，温和合无其心对不对？毋过即句话头前就是讲。要合乎这个妄心，要安住这个真心，啊，毋是说伫金刚经，伊的第2分的内底师父在讲这2个问题嘛。啊，其实2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尔，你听无？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拢伫你心的起念，敢是？啊，你的妄心若幸福，啊，你的真心就安住啊，安尼讲嘛？其实是一个物件，你袂使甲分做2个都分别心啊呢？哦，安尼啦，吼，所以这点咱一定要做注意。其实这是合作的是一个问题呢。行心在前，安住真心当在后。写主来讲这句话，你要注意哦。分师父在问2个问题，第1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温和应顺。第2个问题温和合无其心，敢是安尼？毋过当时，阮咧甲师父第一解说，毋是对第1个问题解说哦。伊对第2个问题解说哦，诸菩萨摩诃萨一切众生是类欲卵生、欲胎生、欲湿生、欲化生、欲有色、欲无色、欲有相、欲无相。我该念即无量万亿遍多次，如是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可袂度。那安尼一句话是毋是幸福嘛？哦，因何相？那你要幸福，你即个妄心内底当中，你今仔日。但我就走过第4品，第4品就是妙明无私嘛。但是咱安住这心安住会了，所以呢，佛陀伊知影伊是过来者，伊是伊第1个师父来讲，第1个是要咱安住，第2个要幸福。毋过佛陀就对第3分大乘正宗就甲解说幸福，那第4分啊解说伊第1个问题呐，云何应顺？安尼挺有意思啦吼。应该即咱过去拢有讲过，所以若安尼咱听，咱哪袂叫乱呢吼？一定要降伏无心，若安尼降伏无心，起步就是要远离一切相。咱的妄心是安安住袂好势，是安安住袂调，你想太济啦。这代志拢咱常常侪点知影，无代志想啊是一个代志，愈想愈气，愈想愈侪问题。安尼敢是，迄敢是叫做妄心，家己迄个心安住袂好势。换一个说，咱家己我拢做咱家己自己主人，你互你的妄想执着去做你的主人，所以你变成互伊个妖魔鬼怪，你做你的哪，做你的主人，那悲哀个。所以呢，咱今日修大乘法，修这个法就是行菩萨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不过因为这2个点咱要注意，你上求觉道，下化有情，但是这是一个真正一步的功夫啦，进一步功夫就是上不求佛相，佛道之相，下不求度众生之相。虽然你上求觉道，下化有情，你嘛是执着者，你袂使讲，我即个。我今日咧学法，我今日学真理，我今日学到什么程度，学到什么意见，学到什么意见，该执着这物件。我今日度鬼个啦，像过去有一个菩萨讲，度人拢啊去本初来去，我
这大几个，我做大几啊，大几个吼，我知影讲大几个，啊大几，咱人问讲几个钟吼，拢无法。所以，迄拢会做迹象，因你大几个，菩萨敢毋知影，你敢毋知影，天敢毋知影，地敢毋知影，敢就爱接迄相，无世间的人，因为无安尼就会认真，无安尼就上袂做，迄叫做冥想，叫冥想。啊，冥想叫哪？冥想叫做妄想嘛吼。啊，冥想妄想后壁安怎？接着迄个冥想，那叫做妄想接着。所以伫这内底当中呢，哦，安尼就落菩提心。哦，那你若当管理这个物件，你菩提心，哦，这个就能发的菩提长远心啊，吼，上有佛道，就是咧修因，叫正果。咱修因的时阵啊，爱有无助啦，吼，得果的时阵，哦，嘛当叫做无助啦，吼，无助因，无执因，嘛无执果。安尼叫做清清楚楚，没有一点点的什么染浊啦吼。而这段呢，咱后面讲出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吼，因为咱毕竟因为当时认定佛，伊所得到过程的一个故事，这条毛线过去，哦，拢通咱受伤啦。真正是过去，通咱受伤，伊嘛无啥物三头六臂呢，对不对？哦。所以咱讲欲足天上飞，啊，足佛教路伊嘛过去嘛是对佛教路开始迄个时阵爬起来。哦，敢是你信上有些大和尚啦、大主持啊，你敢是过去对啥物个爬起来？哦，无迄潮就爬起来，就是遐尔大个啦。所以伊是一个菩提凡夫，流转的生死，不断的依发了菩提心，上求佛道，下众生，伊依照伊所发的菩提大法，建功夫。用功修行，两大阿僧祇劫。咱今日的修法说道，嘛咱真正用心，咱真正清净的修这个物件。但是阿僧祇劫那时，到了第二阿僧祇劫的时阵，人定伊遇到人定果佛，伊当啊受记，受成佛记。毋过呢，到第三阿僧祇劫内底，即成佛、受成佛之期的当中，伊证着法袂得，伊证着当时第一种阿僧祇劫，甲第二阿僧祇劫，伊证着这当中，伊叫证着八地，因为当时伫佛教的内底当中，伊分做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叫做十地菩萨，爱传承咱华过传统。伊对十性、十住、十念、十回向，来叫做十地嘛。伊当时佛道当中，伊证到第八地，八地就是不穿这个，不退转地后，这个时阵伊袂当无成佛啦。所以呢，伊到这第八地内底当中，咱互我说，这叫做无功用。我过去我讲过，无功用是无路用哦，你爱听好。无功用毋免得下工哦。水安尼流，安尼流，你使转落，水流安尼落，你使转落安尼，你敢转到水用？你做怎？别个就家己咧走话啊，叫做无功用，毋是安尼啦，毋是安尼啦，安尼叫做叫做修清净。安尼呢叫做无功用，就是讲你确定一定成佛去啊，见到人一定成佛。所以伊讲的当中无功用的位置啊，七地菩萨爱离到第七地菩萨，咱个修清净地哦，爱必须有功用，咱个下功夫哦，就我拄则讲的。因为第七地内底当中爱做修清净地，伊去内一个了后，讲亏伊亏定讲。你毋通甲第七地放伊讲过剩一个不义尔，你无信，足可惜。所以呢，伫迄个当中啦吼，迄个时阵无功用七地菩萨爱修成地，必须有功用的。但是咱要成佛，一定要有四个位，这个必定要互咱做者了解。第一个位，第一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偌久我毋知啦吼，但是讲足久啦。毋过足
足久足久，因为即个阿僧祇劫，因为人有诶时间就无相甲执着，因为即个阿僧祇劫内底当中啦吼，迄个故是安怎呢？你一个后壁解释，你一个清净心，你一个无良心，过一个意见。我即摆来讲一个足简单的比喻啦吼。你今仔日咧困，当你还袂困，迄有时间啦。你还袂开始困有时间咯。当你困到天光的当中，你入去困到起，迄无时间咯。迄个虽然你过10点钟，但是你的思维了过13点钟无。太紧张精神，我昨暝困了真舒服。这意见恁听有无？因为你一个抽一了过一个真奇劫，所以伊意味当中，你上阿僧祇劫内底当中，为一个阿僧祇劫，就是一定要哪烦恼位，来第二叫做见位，来第三叫做受位，来第四叫做究竟位。这要成佛一定爱这4个条件。但因为今日，因为这是诸甲受费用，这个叫第一种阿僧祇劫，就咱拄则讲的，已经行过40菩萨位去啊。那因为50菩萨位的第一叫做初地，叫做见地菩萨，见地菩萨叫做见位，见位位见道位，处地，吼，这已经处地，这一直阿僧，吼，这个第阿僧祇劫嘛，见位当时。这个三，这个来修位，那修位就是哪个呢？修道位就是处2地甲第7地，2地啦，2地就是第一地菩萨，甲第二地菩萨，第二地菩萨甲第7地，这段叫做哪？这就是阿僧祇劫。这个见地甲修位这2个叫做这第二阿僧祇劫位。这当时佛陀就修到这个意境，这个显灵菩萨，等一下讲，伊是到这个显灵菩萨，伊到这个当中，当去得着，当去拄着见着佛。那第四叫做究竟位，将近佛地当入第8地妙觉，所以这叫做第3阿僧祇劫。这咱同学而且互咱做了解这第3阿僧祇劫。所以呢，成佛一定要经过第3种。第一位叫做呢，咱我拄则人讲啦，烦恼位叫做烦恼位。第2叫做见位，第3叫做受位，第4叫做究竟位。迄个究竟就是讲究竟的解脱，这叫做第3叫阿僧祇劫啦，这个咱嘛知讲，一定到第8地。伊就是用温自然的清净下去啦，咱我拄则讲啦，用温自然，你为什么代志拢作顺利，拢作顺，拢作顺顺？你无逆，无逆啊，无不满，甲无不满，我有歹甲有好，拢无这物件。迄个意境会较平等啦，所以迄个平等内底当中叫做用温自然，任运行使。我拄则讲的好像咱咧坐船小小，往水往下底流，伊是船向下底流安尼，这就是已经风也顺，这是风也顺，水也顺，无需要搁哪搁划舟啦，无需要搁平坡搭，纯自然就到无地啊。就讲你地所你到第8地位啊，你已经无想要袂使，但互你有一个受福气啦，为什么到7地爱受？这个第7地会受菩萨之气，因为这个功夫还未到，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辛辛苦苦修到第8地。这个第8地伊叫做显慧菩萨，因为到第8地叫显慧菩萨，伊是一个修因的菩萨。所以因为伊啥物拢学，做好学的，所以才有讲着一个故事，讲有一摆当中啦，迄个有一位道行真深果的神仙啦，伊就抱起，迄个啥物属于华道啦，伊就走去学这个仙人的学道，因为伊已经修到第8地啊嘛，上了菩萨嘛，一个去了后呢，迄个仙人。所有的功夫啦，拢
落去后学了了。毋过呢，伊学了了，伊就过时去落山啦。所以伫迄个时阵，迄外道迄个老师甲讲啊，你现在把我所学的法都学了，但是你来背书之类啊，你毋使往这里走啊。因为我现在既然把我所有法拢互你学去啊，你要有报师中之恩啊，你爱用500金银来甲我供养啊。所以因为咱过去咧讲的就是讲，迄个五声名内底有一个叫做哪税务讲的，这应是五声名第5点就对啦吼。但是这个时阵，这是我写的规矩啊，伊这个活动，这是我写的规矩啊。爱互回答，我现在伫身躯我嘛无半仙钱，那么我请师傅等者，我下山去木化啦吼。我马上就来木化有这个钱，我马上就来甲师供养啦吼。伊报答这个师因啊，讲过了后当中啦吼，伊讲过了后当中，伊就下山来，拄着一个国王啦，咧做无遮法会。这个无遮法会就是讲，你报你司法会无有遮处的，等于讲你需要偌济，只要你有道理，我拢会提供你的满意。你有合，我就提供你的满意啦，安就对啦。这个布施无遮处，满一切人愿啦。你有啥物，我就你啥物就对啦。但是迄个时阵呢，因为无遮法会，你爱因为显灵菩萨咧500两银啦，500金钱啦。我问讲，你去这时有啥物原因呢？因为我要报答师因啦，毋是贪财而为道啦。我要满这个神菩萨，就甲这个无遮法会这个国王讲啦，我今日特别报答着我的老师的恩情。所以因此，我的发言就是要等于这个报答师因啦。但是国王嘛是圆满着这个显灵菩萨的这个愿啦。这个时阵啊这个时阵理发会的这个时阵呢，伊就听到一个消息啦。伊讲有一尊佛出世啦，但是伊叫做延定佛啦。伊要对这个所在来啦，伊听到伊是第8代的菩萨啊，马上触发到伊的宿世伊的神经啊，伊就要请念佛啦。在路途上啦，拄好去遇到一个这个皇宫的一位查囡仔啦，小姐啊，叫做曲玉，这个小姐叫做曲玉啦曲玉啦毋过呢，因为这个曲玉伊的手中举一支的莲花啦，这个莲花呢，有分做4色，但是以青色上较贵重啦。那社会当中看到这个女子说，这个莲花是真稀有的名贵啦，我袂当卖互你啊。现在正好碰到这个莲花出世。我甲这个物件要去供养佛啦，用着这个最稀有名贵的青莲花来供养啦，竟然表露我内心恭敬与虔诚，安尼对，这是当时这个福德到下边菩萨的这个显灵菩萨也来讲，甲这个取义安尼讲，我有500两银，我这500是拢互你。全部拢互你，但是我毋免互你7支啊，我就惊要你5支尔嘛，安尼啦。所以希望你会当满足我供佛的虔心啦、敬意安尼意思。这个皇宫，这个分道啊，这个小姐啊，就甲伊讲，本来这个青莲花是皇宫之物啦，这是袂当卖互外人啦。但是你是一个恭敬虔诚的心，真令我感动啦。这500金钱我无向你去，我免来客啦。但是这5支送互你啦，另外2支，这个莲花啦，青莲花啦，希望你替我拿去供养佛
表示我对佛一点点的敬意。因为我是皇宫的规矩啊，我袂当自己去见着，袂当自己生气，自己去供养啊。我这是皇宫的内底，我是一个宫女，我袂使大主大，我走会见佛坛的对啦。只要是落卡的，麻烦你，善会得到了莲花啦吼，满怀就足欢喜啦，又向别人问啦，问明白啦。佛陀现在所处的这个佛陀正现在这个所在哦，伊就要去佛陀遐要去佛陀要经过迄个所在啦，要等到迄个当时的风俗是用花来供养，拢是用散花。咱伫泰国当中有一个叫做散花供佛，迄个花瓣哦，有一般来念的啦吼。花瓣有人叫做哪个花瓶供佛，就讲伊即个花瓣的即个花瓣用一个粉甲下伫迄个盆中内底滴落水，迄叫做花瓶供。迄个佛教上的供客，拢有一个有一个典故伫内底，即种有些典故内底吼。用花供养，拢就是用散花啦，就是把花这个挑花散开来叫做散花供养啦。当时发台湾，当时伊就发了台湾，我今天继承的拿着这个青莲花来供养啦。原这个青莲花，原这个青莲花连化成一个叫做宝盖。迄个宝盖瓶就是讲，恁若去到泰国吼，恁若甲买拢是宝盖瓶吼，无伊拢摕伫个手边个宝盖瓶无吼。因这泰国是这个问题，这个宝盖吼，在虚空中因着认定去行啦，这个是贤惠当主啦，伊目睭就看到佛已经行过来啦，所以伊就等到迄个佛教的当中，就经历接近，就参像讲咱看到，咱到佛堂那边，咱台湾看到精灵较早老精灵咱拢会经历接近。但是迄个一看，即个地上有泥巴啦，有泥巴啦伊就把伊的衫脱起，就从护理掩盖迄个泥巴啦，迄个污泥啦，那有一点点盖不住啦伊身上也无有啥物物件来掩盖，所以佛行过当中伊就马上毫不考虑伊头的迄个头鬃，过去人到足长的头鬃啦伊就把伊的头鬃全部散播在迄个看无到迄个泥巴上，安尼打开啦，掩盖迄一点污泥啦。这个叫做不法远离的公案，所以泰国内底当中恁若讲叫做善法布施善法远离供养佛，这泰国历史教上来讲，这有真有名啦。这典故拢是伫遮来。讲因为今仔日了佛陀所行过即条路，拢完全足清气的，拢无惊人。迄伊对迄个供养是供养到迄个心来啦叫做不法远离公案。由这个公案，咱知影深深的体会着讲，这是表示内心对这个佛陀伊的供养到极点了，所以伊自己供养的佛自身供养，伊用伊这个自身来供养佛安就对啦所以伫迄个时阵，这个头算不了什么，但是由着这个爱知影着，当时这个心的供养是多么恭敬当时趴在地上甚至佛陀对伊身躯甲行过，你毋知捌看到迄个YouTube啦迄 YouTube 嘛做一个国家的国王，我毋知影。但是若迄个官方的国王若迄个国王的太太爱顾要落因迄种一个人
从迄个车开起了，伊怎拍面涂骹吼？伊怎伊身躯怎骨怎推收？伊无踏着土，怎对迄个人的身躯怎甲打过？恁敢捌看到 YouTube 内底有即个物件？有我真正捌看，迄就是讲对因的国王，惊对一个国王尔，才对他尊敬哦。啊，即个我咧想讲，可能伊当时嘛咧他佛陀咧，要用安尼恭敬烧香啊，那也是有这种现象。啊，无你本是个国王尔，你今日去，你安尼你是太太，一车顶要落，还是你本身要落？你的迄个随驾，你着爱拍面涂骹，哦，你怎对身躯甲打过？哦，安尼即个物件吼，这是咱我有发觉物件啦吼。那因为庙佛啊吼，伊骹会当清净无量，毋免去踏着污泥啦。但是这是小小的信心的供养，用佛的神威啦，消灭我的业障啦。因为发愿时，因就知影，因此坚定佛呢，就满着伊的愿，哦，满着伊的愿，就对伊身塔，哦，对身躯打，甲打过了后呢，佛伊行过去了后呢，伊从永远我跳起来啦。即种的欢喜叫做大欢喜啦，嘛叫做同心欢喜啦。哦，啊，即个欢喜有分做，咱有分做几点啦吼。我们小小欢喜，就是讲啊，喙啊笑笑咧嘛，休息就是讲咱的嘴巴吼，啊小小的微笑，就进一步对咱脸，咱的含咱的面啊怎笑起来，搁进一步就欢喜含心嘛是笑出来啦，搁进一步同心跳起来，哦，这叫做踊跃，就是欢喜啊怎跳起来就对啦，哦，啊就使你疯跳起来，这叫做。而即种的心境内底，毋是你会当自主的。迄个欢喜，迄个自主。我先来讲一个简单的比喻。你若看到吼，迄个世界吼，迄个美女选举啊，啊，美女选举选到剩10个尔吼，剩10个哦。啊，但是若一直报到上尾仔，因为对第10名开始来，第9名开始。来第8名开始到第1名，迄种叫着迄个组仔，怎跳起来啊？怎一世后袂当啦？迄当时我是毋知啦，世后袂当。迄个欢喜就是我无管係啥物人啊，我都欢喜人着欢喜啊。安尼，迄种欢喜跳的，这应该是第一个，该是第一个说啦吼。咱来讲政治啦，迄个政治呐，迄个选举啊吼，若报当选。规拢跳起来，你敢知？我咧是咧讲政治啦，你就是讲欢喜到什么欢喜？但咱讲，伊即种欢喜就是敬佛，迄个内心清净无量就敬佛啦吼。即种欢喜啦吼，因为伊无当自做的物件啦，因为欢喜太厉害啦，严定佛就在这个时阵啊受记，甲受记。所以从今以后，再过91劫，你就是成佛，名叫做释迦牟尼佛。这个严定佛，互伊受的这个功啊，安尼对啦。啊，这个物件就是讲，当然，这个功啊就是讲当时释迦牟尼佛，伊当时是善女菩萨到第8地来，那伫这个过程内底当中，去遇到这个。这个严定佛，啊，你严定佛经过这个过程，然后你就甲受记，咱家己讲，你得经过91劫，你的名叫做释迦牟尼佛的供养。但是迄个91劫，咱当时拄则有讲到，你个善女菩萨，迄第2阿僧祇劫对不对？毋过呢，到91劫经过到第3阿僧祇劫呢，迄哪当正式成佛呢？啊，第3阿僧祇劫要讲偌久？要讲偌久，就是我主讲嘛，迄个时间就是无定数，无定数啦，无一个定数。迄个就是一个欢喜心，一个心情一过去，过去也真奇险。迄个无定数，就像我拄则咧讲，一个人有思维，你永暗时要过一年无好过，敢是安尼？10点嘛早，11点嘛早，迄个，大家过还袂天光，恁敢安尼过？我发现。
有阵时老代志啊，不管是一个去放牛放过来，就困袂去啊，就准备去放牛呢，要不是了，但是你若做歇困呢，歇困呢，迄个无定数的，看能听到吗？啊，毋是，这意思，咱一个清净心过了，所以因为咧，咱今日修道重点，你有执着，你就有定点；你无执着，你就无定点；你无定点，你解脱当下就解脱；你有定点，你永远就是温柔。但后面是安尼，所以呢，咱来知影，这个恶法因缘的方法，法官且坚定分打破伊的心妇，这就是违法无夫。甲打过偌欢喜个名，虽然叫打过，我过去我咧讲的，迄个人和宾女，迄个人和宾女，因为伊嘛知一世人是这样灵魂，这样生活。我要用什么报息拢无，我要发心嘛，袂使发心。我唯有就是，咱这条路我扫清气安尼尔，伊发心就安尼尔。伊这个欢喜心，毋是咱来叫佛道要对这过日子杀，毋是安那。那今日你若讲佛道要对这过日子杀，你过我无老苦你，迄就无算啊。恁今日去二号性命咧服务咧扫，点啊说？当年你来我500块。你好啦，500块，你其实500块就无使你咧买啊，我就丢啦。对，无着了后，你哪欢喜心？来，今日哦，这个咱和尚哦，我这个好奇，这个我做这个下当咱不讨咱来做这个，这个庄严的净土佛堂哦，你这个欢喜心，信过着你啦，信过着你较济钱咧，我无骗你咧。这毋是开玩笑咧，所有东西。咱就比如伊只发心去甲扫条路了后，佛就知影，因为伊经甲去到的时阵，咱就比如迄个所在，咱就比如咧去，伊较袂欢喜，你佛就要来恁袂欢喜咧。泰国人迄个菲律宾人，我一下欢喜，万大欢喜，伊嘛安尼讲。若是咧，跋筊线咧，是3分之3要去，你会欢喜咧？当然你嘛会欢喜，当时咧，迄半三角咧。迄种当然发佛，所以迄个有佛道要去的时阵，因为伊有够欢喜，迄个欢喜毋是用语言咱去表达，毋是用金钱咱去甲买的物件，所以要拍到佛道来。当佛道叫我跳起来，用语文化生欢喜，欢喜到家己怎叫起来？我今日去试一个宾女，一世人做乞食。佛道是当然，佛道当然讲好个，大家善良人，毋是千种少林寺迄个树什么迄个啊，人即嘛说咧卖，人即嘛新来这含因为过去由于到少林寺一个捡500，人咧嘛去钓鱼安尼，买一个香爱偌济，人咧嘛去钓鱼安尼，人完全是围绕伊清净的佛道。真正落力，真正苦心苦力，毋是过去迄个太太过来，掠一堆财产作济，毋是迄个，你互我插我。所以今日咱来知影，修佛道，今日毋是用钱来咧比，毋是用时间来咧，是咱即个心的定点的对所在。所以伫迄个时阵，咱嘛知影说，咱就评论过去讲。归空的了，是中路。一个比如转身啊，中路迄一定被整错残体啊，因为被整错残体啊，所以呢，伫迄个当中呢，恶有方式来供养，这个发生了超过100千起价，伊本来是八个菩萨，安尼100千起价，毁了成佛，但是真正高分讲，你在经过。91届这个成佛啦，由于这个公案了后，咱嘛知影讲进一步了解，所以一念念道劫，道劫念一念。这个清净了，这91劫过来，就我拄则讲啦，你进入了清净了后，你10点钟过，你去，你是因骗人哦。你若要到10点、11点、12点，我互相还是2、3、4、5，
迄时间就长了哦。但是你入去甲出来，迄你是无定点的哦。所以咱讲，一清净念念倒劫，念一念，无有时间的定体啦吼。所以大乘起劫，这个究竟，请问这大乘究竟有法是无定点，时间是无定点的吼。依法上来讲起来，叫做假定的，是时间依法来讲起，而你心内起一个分别，这就长短啦吼。你的身边无起一个分别，到就长短。所以时间，这个长短是分别伫咱个心啦吼。所以咱讲一念清净，一念的清净，一个阿僧祇劫就过去啊啦吼。这叫做短劫、灭长劫。短劫摄长劫嘛，咱嘛讲，我今日当天我修道，修啊，但是咱修到甲菩萨，咱过去足济社会因素，甚至可能一寡事啊，看你讲到吼，得到了吼，要想要到安怎，有可能要想马上要大叫，可能因用这个观念，用这个思维。来咧，甲你切入讲，咱要修身份，无遐尔简单的代志。但是啊，以经文语话来讲，有可能无？其实人咧讲，伫咱的心念内底，咱的心啊，尤其咱得到三宝正法，尤其咱得到老祖师的正法，这毋是开玩笑的物件。所以咱若要听到毋捌的咧，甲你讲这毋捌，叫做意盲以众。你有经你修到无信心？毋管呢，你今日家己。迄个物件就讲，离你的思维到定点，你个思维，你无思维，迄个你要解脱，毋是解脱，毋是外人用时间咧甲你做定点的，安听啦吼，毋是外人用时间咧甲你做定点，所以是你家己的心念有清净无？所以呢，第三点，不了世尊，如来言应有所，无法是故所定啦吼。所以当然即句话讲啦吼。说的不了世尊，无啦，伊说我就是解讲地嘛，伊才毋知这道理。如来言应有所，无法是无所得。若安尼如来言应有所，伊都得到了言应迄个受，伊才无得。无了的其实，第二不得，后边我安怎讲？你发觉，一得你有得，安尼叫做无得。第二无得，伊得你无所得。迄才是真正叫做真谛所以这讲话足生气啊！过去的咱地头人来讲，意见是对，这种来讲话足生气。所以咱一定要这个物件转入去。换一个解释来讲，你伫修的法在过程的内底当中，所有拢袂使执着者。你有执着，就我定思想走出来，我上理上众生上这想走出来。既然有走出来，你要得到哪里讲？你得到哪？你就完全无，所以袂使得咯。你修因嘛袂使得咯，你连修得果嘛袂使得咯，即袂使有成得咯。有得了拢唔得了。那一切言行皆依无法，每法就是无所得嘛。而有差别，有差别就是咱的世间的差别，你听无啦吼？世间的差别就是有差别，但是伊拢会受违法。违法就是拢袂使执着，简单讲起来是安尼啦吼。要是有法有所得，就是有我定思想，咱这我写我定思想。思想如果无空，你怎有自家生活？咱才讲思想无空，你怎有生人生活呢？生活得对啊，生活得答啊对啊，答得好，对于这个受记、生活之法啦，是无所得，实在无。实在无啊！你书法在答啊，在法会上台上就了解啊，释迦牟尼没有这个说这个受，无讲我释迦牟尼已经有得到佛位，我有自上的这个证明啊，他没有证明啊，唔比像咱世间的，讲我若要来的时阵啊，这个这个地政处，还是要来法院来要对啦，你要去证明啦。迄伫迄个所在内要去证明，迄拢以心，迄拢以心的清净为出点，迄毋是用文字，毋
毋是用世间法咧分析工课，所以毋通讲无自相的证明吼。这是第二个推广自性之法。那安尼来呢，这个真心啊，这真心安住迄个真心，我受了福气，但我无执着，叫做主，那是句话主就是叫做执着的意思啦我叫做主，就是无执着，无执着，真心就如如不动。换一个话来讲啦一执着妄心就生起来。那安尼当然你要思想生活，这叫做得体，无有自相，无有自，无有自，这个无有自就是能够安住真心。你无有自执着，就是你能安心；你有自着，就是能安心。这是第一段研究个受益过程啦那第二段呢，就是第二段我主要讲过三段第三段就是讲叫做须弥山人嘛第二段就是讲师傅第不云何菩萨有庄严佛土，不了世尊，可以讲庄严佛土，这位庄严是名庄严，这叫做哪？这叫严土无主。这个问题若要甲讲起来，什么叫做庄严佛土？迄个庄严就是讲咱过去受因甲结果拢爱庄严。受因结果拢爱庄严。所以这第一点当中，咱头来讲，师傅伫问何？佛在问师傅在你的心意上如何？因为佛陀在问问题。第一个问题问讲，我当时我有认为受气，我有自相，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今日受过去的因地甲果地，我有自相无？我有执着无？这就是讲这个。是安讲，咱有叫做以修万德人，咱人生内底有一个进步，叫做依报。你过去受进步甲依报，你有执着无？你有庄严无？这是咧讲这物件。所以叫做进步，佛陀有32相，有80种好，心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庄严。这个叫做哪？这个进步，敢是安尼？所以呢，伊有这个进步，到天天看落咧，咱今日大家啦大家身躯拢健康啦数据拢标准啦安尼进步好无？大家对毋对？进步也无欠亏啊，妈妈也无甲你生欠亏啊啦，对毋对？外口外表的表象啦，大宝伞啦，水果摆，这是个人家己评点的啦，毋是咧讲，坤毋是咧讲这表象。但是因为咧表象来讲叫做进步，什么叫做进步？进步就是讲过去你所修的因啦，咱的身躯若欠亏，咱的身躯，你像压起来的人还是讲一个看法来个，迄个修，迄个进步无好，正报不好，进步就是讲这个法体啊，咱这个法体。依报就讲你依自依你的马体之外，安尼听有意思无？你的财产你依报啦，你的厝你依报啦。台湾这个土地是你依报，因为你欠债嘛好啥？所有的物件你依着你的马体水嘛是你的依报呢，阳光嘛是你的依报，都依附于这个肉体，安尼叫做依报。但是你依报好无？你真财产成作生无？你信真少？你依住你边的人，有对做好无？你翁婿有对做好无？你的太太有对做好无？全部都依报啦。依主义，你这个肉体之外叫做依报，你这个阳土，这个讲叫依报的问题啊。刚刚这样讲就是安尼紧所以来讲，师傅在无云何，你晓得来讲啊，你问师傅在你心意，你的心意上感觉如何？伊就要问你这物件。菩萨在庄严佛土，伊就来讲，因为菩萨在修因地过去，叫做修因地时阵就是讲修一切功德，修这个一切功德，这个功德爱做啥物呢？因为伊就是要回向着庄严佛土。咱过去若无回向庄严佛土，咱今日袂庄严。咱过去有一句话安尼讲过，
你若爱要水啊吼，你就爱爬回去行我来。后日啊，这个叫做这个你的颈部后日才水飞向，你这物件回向到你身上，安尼就对了吼。人安尼讲啊，咱今日过去做是不是因？你今日得到是不是果？你过去做中央相，你即回咱得到中央相，安尼就对了吼。所以即句话就咧甲你讲，你要配合中央，因为你虽然过去因地内底受一切攻击，受这个攻击，爱做啥物呢？就是要咱回向互你的中央。咱先讲啦吼，有件事，咱看到外口有件事吼，你像过去美国一个sense of how to show。你讲若咱台湾人看到，我睇一对去，人美国人嘛爱心啊，甲当作是上天互伊一个宝。迄个到尾啊，迄个人真我毋知，咱有收获咧。到尾趁偌济钱咧，嘛有生囝，敢是安尼？嘛讲上天互伊好个礼物，虽然较无手，但是因为伊用个欢喜心来接受这物件，所以这内底当中啦吼。医本就是针对过去所做的物件，虽然不是过小事不小心，大事是有原因。咁是，所以咱一定要去接受这个事实。咱过去的培养的重要，咱就，所以是安怎哩？52菩萨位内底当中，你修到第40菩萨位，甲你修培养培养，你所有功德培养，这注意大家，上回相会。你无培养，你今日啊，人讲不足空大是真理，不足又大是天敌。过去老先生安讲，现在是一个菩萨，将来要成佛，因为你医报甲正报拢爱有重要。安尼听有无？医报甲正报，若好拢是叫做福报，这两种叫做福报啦，你听有无？你这个肉体足重要的。你个肉体四肢健全，身体健康，免甲你讲。毋过你个外口一切因缘，大家做好，咱毋是医报甲正报拢足重要。咱并且重要你来去注意哦。咱毋是上迄个花青，毋是上影青，毋是上迄个物件，毋是迄个重要的，爱介绍。我即摆讲就简单的比喻，我嘛毋是咧批评啦吼。你是用迄影青啦，我花青，10万人你甲冲犯，你甲对付，你甲冲哪话？你甲想象，较早三藏取经啦吼，伊过去的结骨夫人，伊女者。迄个妖魔者，这个人拢哪会变法呢？迄个人，大家心通讲来讲，迄人特足厉害哦。但是迄人一决定较对哦，毋过迄个人你甲看，拢啥物来转世？咱即你今日你若你刚来我讲道理，你今日你道中这个行道，这个办道，你是一个修持标准的人，这嘛是伟大，这嘛是无简单。内行看门道，外行才看热闹。你想讲伊趁着世间财，就代表伊世间足好对嘛？会费事拢无谈，我无骗。伊过去人生嘛足痛苦的，过去足伊虽然有超法哦，伊迄足济钱啊，开了有足济，有人你甲对付，你甲创哪个？因咱咱无废话，所以咱是为了修养较好啦吼。后世人因为即世做伊后世人一定来得到，我无骗。所以所谓正报，就是即是众生的身体，众生的身体是依过去的业因，而招得来的果报，叫做正体，叫做正报。正报又名叫做正果。你过去的因，而即世结果，所以你即个就是过去做的果，过去做因即世果。所以咱爱拄安怎讲？过去甘愿做，你嘛甘愿受，安尼对吼。即是